拽了，最后把羊腿拽掉了。一人分一个头上，真的拽是吧？他们在拉的呢。那带哎，我小时候搞的人特别多，现在他们才几个人。就是当地的年轻人嘛。好了，那里送吃完了，一走走，怎么吃的？骑下去。干啥？你要骑它吗？骑上去嘛，骑上去嘛。哎，你叫他骑着。你的外卖袋是那个。你站那娃娃前面，不能拉他。不让跑了。谁拿出来的？好，赶快。好。放得下。有的吧？